今年中國旅遊12期嘅月刊入邊，分享咗咁多唔同嘅故事。究竟我哋編輯部嘅編輯最中意又係邊一期呢？一齊聽下佢哋嘅分享啊！大家好，我係編輯部嘅 Steven。我推介今年5月號嘅平潭專題。平潭呢個地方對我嚟講係好熟悉嘅。我鄉下福建嘅福清縣，佢隔離呢就係平潭縣。呢個縣城咧係好細嘅，個人口我估都係幾廿萬。一個咁細嘅城市去推介變成一個主題故事，可以做到40幾版嘅內容出嚟。所以我當時一睇到呢個封面咧，我就覺得做到一個主題故事，我覺得好 crazy 啊！咁另外一個我覺得佢特別吸引我嘅地方就係佢個封面係一個藍眼淚，因為我哋咧以前就必須去到台灣馬祖嗰邊咧先可以影到嘅，但係估唔到咧，原來喺平潭咧都有呢個藍眼淚，仲要係咁豐富嘅。呢期就專門有好幾版係介紹到點樣去影啊，點樣去睇啊，點樣去追攝呢個藍眼淚。第三個我覺得佢特別好嘅地方就係用一個好新穎嘅手法，就係佢係用介紹呢個平潭印象嘅舞劇去介紹翻平潭各地唔同嘅風情風貌同埋風俗文化嗰啲嘅，所以我覺得呢樣嘢係比較新穎嘅一個介紹嘅手法，所以我推薦大家去睇5月號嘅平潭追攝藍眼淚呢個專題。